上差不多15公尺。冇按严重因为海面未胜过两则理由啦。转让大家来看维基百科，我是今日来上课的范光良教授，我今日来讨论两则问题。第一则问题就讲海面让会慢慢的升高。第二则问题，海面慢慢的升高对人生活有乜嘅影响？现场有3位学生嘅，请也到自家介绍自家。大家好，我是李年金。大家好，我是马彩优。大家好，我是陈冠。大家有注意到冇？然下多人在讨论地球近来减少量的问题。近来减少量对也海洋海面的升高有乜嘅影响冇咯？同學唔知也將來20-30年海面會升高一度，也都知冇？你回答。我想差不多15公尺係嘛？冇按嚴重因為海面會升高兩則理由啦，一則就講剛才聽話有講過嘛，就講少量以後水會膨起來就要下降，個變川的變會流到海裡面。台灣的師範大學有研究過，佢問300個學生咧就講你哋將來海面會升高一度，結果呢有73%講會升高5公尺，45%講會升高36安個，冇按嚴重啦。大概有按樣嘅唔錯嘅概念，主要就講報紙啦、新聞啦、天陽影響，大概就講海了快強嘅會升安多，冇按嚴重。咱講佢升高幾公分的10公分、2公分、20公分，對也世界影響就非常的大。先生，今日我想問地球會唔會越來越少暖咯？地球的溫度本來就會慢慢的三百會升高，慢慢的三百會下降，這係一個自然的現象。不過呢下因為因工業發達的理由因為地球慢慢的變到長遠的個溫室花房，溫室花房就將玻璃做的個樣中華的個花房個日頭的熱量會傳入個花房地盤，不過個地盤的熱要傳出去就很困難，所以慢慢的花房就會保持一啲的個樣比較較高度的溫度。呢下呢，因為地球表面越來越多溫室氣體，就講會慢的地球就會越來越燒暖，個海面就會慢的就會升高。先生，我想問個大氣底部度就嘛個溫室氣體會造成個溫室效應，本間地表的溫度會上升安樣？空氣底部輕度的溫室氣體就會二氧化碳，含有臭氧，含有甲烷。甲烷的數量唔係當多，不過大家可能冇了解。就講台灣海峽大家個深海用的天然水合物，個主要的就係甲烷。但甲烷整體燒起來，
组成的气体吼，让温室效应很严重。先生，我想要请问，如哪一年前会分温室气体增加咯？温室气体增加主要有2个理由。第一个是讲200年前工业开始发达以后，大家用的汽油、烧汽油烧煤炭，烧以后就会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当重要的温室气体。第二个理由就讲，大家当多年该开发森林，很严重的就係巴西嗰隻嘅亞馬遜河嘅原始森林，因為嗰個樹嘅叫葉嘅佢會吸收二氧化碳來咁樣嘅實行光合作用所以汽車嘅工業排出的二氧化碳有一部分會往咁樣嘅樹葉嘅樹的，應該樹林一暫停以後個工業要緊排出二氧化碳個接受嘅咁樣嘅機制有冇得咧太那個空氣裡邊當到二氧化碳會越來越多過去咁樣嘅20-30年，二氧化碳的含量對300人也變到400億，差不多20年來，差不多增加20%的，也非常的嚴重。要進一步呢，該亞馬遜河該樣嘅森林樹嘅斬槍先生，我認談起來，全球暖化問題當嚴重，該有乜解決嘅方法冇？因為大家都注意到全球越來越少暖對亞隻海面的成果有特大的影響，所以呢1997年大概就一個京都開會就結論就是京都議定書，就講要限制大家國家佢排出二氧化碳的量有一個限制，就是排碳量，就是說你也沒遵守，別的國家會對你制裁。後面到都差不多2015講了很詳細，一個巴黎開會嘛，那巴黎的決定就講要讓本咁樣嘅倆地球越來越少暖要比該擺工業開始發達200年前冇超過該兩度。沒用個事情就會動態調中國啦、歐洲也當多國家，大家就同意講，大家要遵守一個條約啦。那中國比較難得，因為佢該擺當窮苦，你也開始大家做點買茶嘅，如果你唔做對。排按多二氧化碳，對他唔按公平。不過中國為答應這樣做，其實也值得肯定。認同本意講，拍手就錯啦。你較麻煩的就講，兩個總統，川普總統，佢去年就開始講，佢唔會遵守一個巴黎協定，因為佢會用大量的煤礦，佢會排出更多二氧化碳，佢會照顧咁樣煤礦的業者就錯啦。
实美国的总统啊，川普经常办冇去遵守该巴黎协定哦。讲较难听第话，就按到蛮干。佢要照顾，佢想要照顾经济发展，加经济发展，佢冇插。实在讲吼，地球头我讲过有间温室效应，佢话有按照冷却效应。不过冷却效应的效果唔系动态，冷却效应就讲，太个空气底部有冻到盐吼，加的效应就老干用二氧化碳度或相反，就空气中冻到盐，热条散入来热量会部分要被弹转去，地球的热量一出去冇问题，就唔会去阻挡啦、阻挡啦，所以地球会慢慢的会落下来。不过吼，空气底部冻到盐吼，你想起来总有两则理由嘛，一则就火山爆发会冻到盐，该就会本该样的爆炸的蔬菜的顺风空气了的会冷下来。不过吼，火山爆炸会造成该样的动态的灾难就错啦，甲下那唔好。人可以在空气地带而被冻到盐，就会发生该样的发生核子弹战争。那个问题吼，问题下那太大，所以你看那样的北韩叫该样核子弹，哇，全世界都皮出来。先生，你讲个温室效应本体，佢变的溶铁，海水面都涨起来。你我想来问讲，世界个变的向样分布安喏？世界上的变有3个所在青岛，第一个所在就讲高山当国，纬度比较高，较冷的所在呢，就冻到变。第二个所在就该北极，青东部的该北极，另外一个还那多的就南边的南极，该高山的变因为太冷嘛吼，它会慢慢的晒，就河流河把水会流，该变成它会慢慢的移动，是该慢慢的移动，没注意到你就没按明显就错了。比如讲，落石堆没有落石堆啦，差不多30年前去爬过喜马拉雅山，该变成其他讲该变成1年当差不多晒200公尺天了，慢慢的来，另外变青岛的就是南极跟北极2万年前，北极该冻到变做动态里啦，下去北极圈吼，伊都会耐落去啦，落去鸦片的汉南片系列就会碰去了。该白气变融化体会对人类造成哪个影响？北极吼主要的海，这蓝天全部会变。一天有一部分变，有一部分海水啦。不过这样的海当的变溶铁吼，对这样的海面生活无乜嘅影响。比如讲啦吼，一杯水，黏的水，将变屈上去，变屈又超过咁样嘅杯嘅高度，慢慢咧变屈溶铁咧，佢水唔会拍出来，脱离就会影响。不过北极海吼，cái海顺风嘅所在就有苏联、苏俄啦，有
阿拉斯加有加拿大美國就有個嘅格陵蘭，該當個當到病，該個用鐵流到海，該就會海面就會升高啦。一到病吼，高山嘅病吼，有到個高山就慢慢的用鐵，其實高山就慢慢的推上去。有啲纬度較高嘅所在，佢要見延伸，佢就流到海順，海順啦，慢慢咧出去，比如講一年2通200公尺，慢慢咧出去嘅，該落海浪就打起嚟，該就變成冰山，冰山就會冰川團體咧造成嘅太嘅冰窟啦，該是冇咁樣嘅嚴這個地步。所以可以做得來做淡水使用啦。也可以太冷嘅所在，海水慢慢結冰，該做唔得來做個飲用水就出嚟啦。先生，我想問吼，該南極嘅冰啊，該融化會對該生物啊，還有該氣候造成乜個影響？該很多大枝大條，事情太條咧，因為全世界超過90% 全部是該南極，該南極嘅冰超過有到3000人公尺，因為倆較冷，該倆所在較冷，全世界清冷嘅所在就該被南極，該開始用以後該海面嘅升高會變到凍結該對生發的企鵝會受到影響，因為以前冇人氣然後慢慢的人氣多以後，人氣的所在，配的生物就會受到影響啦。聽我講到北極，爸爸講該用的北極熊，因為該擺河北極海東島冰窟。個北極熊對亞隻冰窟，除咗嗰隻冰窟，叫以前個海豹來食啦。你慢慢的用它以後，咁差不多超5分鐘就會到下一隻冰窟。你超半點鐘就行都唔得，下一隻冰窟，東島北極熊就浸死嘅，係咬死嘅。南極嘅冰係用它對全世界影響非常的大，所以呢，你睇全世界東島國家，即個南極有咁樣嘅實驗研究冰氣候嘅實驗站。先生，該海面變高，該對地殼有乜個影響？這個問題我用一個詞彙來說明較清楚。比如講2萬年前，北極嘅凍到冰就動態啲啦，壓下去北極圈佢都會拉落去啦，拉落去一片咧海南片，現在就會膨起來。呢挪威就是個拉落去嘅所在，荷蘭就該膨起來嘅所在。所以本來荷蘭東島喺海島嘅地方，傾下以後膨起來就變到陸地，東島人就係世界黑。不然呢，病就過來越來越少，該北極圈就慢慢的要膨起來，又要慢慢的要落下去，個快啲嚟到荷蘭，跟挪威就慢慢的膨起來。荷蘭就慢慢的落落去，海面升高，挪威根本就唔驚佢升得比人海升高下得嘅，咁荷蘭就快槍槍嘅，海面一年升高差唔多2.3公分，不過佢哋慢慢的落轉去嘅，一年有2.7公分，所以荷蘭
比甲海面当然就会接近1公分。你下喺阿姆斯特丹嘅首都离开海面存了1公尺，100年后全部会被水淹到，就变成水上都市威尼斯。所以呢，你下河南差不多有1/3到1/4土地比海面还要大，还要低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国家水利工厂全世界最好的。台湾麻烦的所在就讲台湾西部甲海顺东岛离海面本来就无一个。东岛你一储水，该地面就慢慢的沉落去，海面又慢慢的升起来，东岛会淹水，慢慢的东岛的土地会变到海地表以下。先生，你听我讲，该地壳许多该压力变小，慢慢都弹转来，地壳迄就弹性的，系冇？有，我用另外一只东西来解说会较清楚。没受水的人去咁样的海顺钓，当然会带一样的游泳圈你看到游泳圈装在你的例子论坛那游泳圈你那吸下去两片就会碰起来。咁样呢，你的这也会碰出来，也要恢复原状。就讲地球的地壳佢会本来扎落去，佢会慢慢的落去，也慢慢的扣起来。变做脱了以后，融化脱了以后，地壳慢慢的碰起来，又慢慢又会转去。所以因为这变化动慢，无法度注意到。先生，佢海水面敢有可能即个升高起来呢？有可能，因为地球的温度佢会慢慢的变化，唔系讲1万年温度都冇变比如讲2万年前，地球较冷，陆地上冻到变，海水就较少，海面老也比差不多大100公尺。台湾海峡北部当60公尺沉甸甸台湾北部的陆地人做得对中国大陆行到台湾来差不多3000年前海面就差不多都水准，不过30-40年来海面又慢慢的又开始咁样的升高10年差不多升高3-4公分。不过等到咁样的南极咁样的变开始太阳融化以后海面呢升高会下降。当到专家讲，到这世纪最后一年，差不多7-80年以后，海面会升高差不多60公分，因为大部分的人全部喺海水无盐的所在，该问题就变到东太条老台湾有邦交的国家土瓦鲁，清国所在当5公尺莫讲7-80年后啦，10年以后，大部分的土地就被海水淹脱了，人民就无法度喺啦解啦。根本
看电视的朋友，大家同样爱上网节能减碳，根本上课都要询问大家。